统一赛伫甲台新棒子球场的开幕战，去23900名球迷入场，创下中职户外球场新纪录。不过市府体育局4月2号雄雄宣布，户外摊商要依法公开招标，引发侪网友拢咧卖挂韭菜，更认为市府收取高额权利金，致使球团经营困难。这款讲法连议员拢看不落去。根据双方签的所谓的这个台南市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承棒主球场使用契约书，跟他成立的这个契约关系、这个租赁关系里面有讲到任何权利金的支付计算吗？完全没有嘛。我们跟它的来源是什么？就租金而已嘛。市府公开台南市立棒球场这30档的下约记录，统一赛每一档只需要支付俗俗的200万租金，甲其他职棒子球场的收费相比差无偌济。115年统一赛租用甲台新棒子球场，根据着收费标准，卖票棒球场每一场保证金50万，场地使用费用是门票总收入10%。上价是8万块。亚太当时也是要 OT 的，113年2月4号到4月8号在 OT， 为什么没有人来标？因为他们都没有人来标啊。那统一狮当时有兴趣吗？那时候是七面球场，是七面球场一起。当时统一狮他不想要七面球场，他只要那个球场，所以才没有人标，还是什么原因？因为主球场职棒打可能盈利的比较，所以其实他们就当然球团会斤斤计较啊，对啊，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他们球员就是知道是穷养的，但是其他球面球场因为是基层的培训，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当时我们其实有要 OT， 但是他们就只是想要最好的那一部分。对，因为中华职棒联盟说每一个县市只有一支主场，只有一个球队，所以别人也没有办法来标啦。台钢有兴趣，台钢能够标吗？台钢不敢标嘛。为什么？因为有联盟的这个规约嘛，他这个规约甚至没有放到他中华职棒联盟的规章里面，都没有，就是一个潜默契。议员呼吁球团伫享受上机价票房的同时，更应该展现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市府将坚守公有资产管理的法规定时，持续以专业理性的态度甲球团沟通，确保双方伫法治的框架之下达成共识。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